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。那是你不关注我。哎呀，季正清，哎，停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道观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放我下来。师傅啊，施主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一位神仙啊？我们花神宫花神殿供养的是一位花神娘娘，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，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。谢谢啊。请。花神娘娘，算了吧，那得拜一下啊。走啊！求姻缘的。哎，走吧。求姻缘的，你是。许什么愿呢？保密。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说说嘛。那就抽完签之后告诉你。上上大吉，看来施主应该是祖上积德，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可喜可贺。抽啊！下下大凶啊！